人间没有成亲的男女是不能同睡一间房的。我们早就已经同床了。时间不早了，我要休息了。也对，今天确实不早了，赶紧休息吧。你还不走啊？我们不一起休息吗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男女授受不亲。通常说这句话的女子，最后都和公子在一起了，所以你也一定会娶我的。我是真的不能娶你。你讨厌我吗？不是。或许是本座不懂人间情爱，不知该如何讨你欢心。但是我会尽力去摸索。只有两情相悦才能成亲的。你别看那些戏文和话本，那些都不是真的。总之，人间没有成亲的男女是不能同睡一间房的。可客栈现在只剩这间房，我睡哪儿？你是龙王，干嘛要跟我一起睡客栈呀？回你的龙隐天池去睡啊！走啊，走走走！哎呀，你快走！人间没有成亲的男女是不能同睡一间房的。我们早就已经同床了，不就是已经成亲了吗？快点乖，睡吧。既然同床就是成了亲，为什么又说不用我报恩，不跟我成亲了呢？真是难得。